咁多位星日中國遊嘅團友，大家好！今日我哋嚟介紹我哋旅遊社嘅車隊。我叫黃德恩，叫蔣小文，叫熊水平，駕駛員啊，朱學友。我叫王太陽，駕齡16年，開了有20多年了，從事這個行業已經20多年了，有30幾年咯。喺我哋公司裏邊咧，即係行過最多咩路線咧？行過中山啦、珠海啊、順德、雙月灣嘛，雲頂酒店啊，順德長路旅遊度假區。咁你有咩印象特別深刻嘅一個行程啊？有好多啊，特別啲師奶啊，有啲老太太啊，哇，好熱情啊！見到我開車咁辛苦係嘛，叫我上落都攞嗰啲客港團啲人上車落車，我哋星日公司嘅司機都有啲凳啦係嘛，墊高啲凳俾佢上落車係嘛，方便係嘛，佢哋好感動啊，經常買啲水啊俾我哋飲啊。就是自從感覺做了那個星域旅行社的團隊之後，聽那些客人一直跟我們聊天的時候，都反映說這個旅行社很好的，服務各方面，跟顧客都融入得很和諧啊，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啊。這個我們在服務這方面來講是感覺都是很 OK 的，客人反應，因為我們像客人上車，香港那些姐姐上車，我們都有搬一個小板凳，下面能夠上落行李那些，我們都有幫忙的。那我們香港的這些顧客，他們會介意我們說粵語嗎？不會的，大家都很熟悉的老顧客了。在這裡工作會有很大壓力嗎？沒有，我們跟導遊啊或者同事之間都相處得非常好的。每個月都要培訓，駕駛安全培訓，學一下那個交通規則那些注意事項，安全。我哋星日公司目前嚟講有幾多台車啊？星日目前嚟講有18台旅遊大巴，咁咧由35座到55座呢個範圍內。咁我哋星日旅行社喺深圳開呢個旅遊運輸公司咧，嗰啲司機全部都係專職專業，同埋呢個固定駕駛員，開每一台車都係專職司機嚟㗎。咁要買埋呢個深圳嗰個社保啊，同埋呢個員工嗰個入職啊嗰啲，全部都辦晒一切嘅手續㗎啦啊！咁每台車都係專職去駕駛嘅。公司嘅車全部都有呢個道路運輸許可證，同埋嗰個員工都有嗰個上崗資格證，全部都齊全㗎啦啊！大概就公司嘅情況就咁樣啊。我哋星日嚟講，目前嗰啲司機咧有冇啲專職培訓㗎？有嘅，我哋按照呢個政府嘅要求，一個月駕駛員咧係要有2日係停班學習嘅，即係一個月要2次要去嗰個總公司嗰度去培訓嗰個駕駛員嗰個理論啊同埋安全啊，一個月要培訓2次嘅啊，必須要啊。今日就多謝晒你啦！星日中國遊，包你玩到夠，飲飲食食唔使憂。耶！